业定昨是登记参选立法委员的头一天，一寡参选人大家都步数真短。像讲花莲无党籍的参选人，有人满脏水，正手提甘蔗，倒手提土豆，代表伊是在地花莲人。另外，家己也有台湾阿成，穿在身也爱穿插，希望今年会当顺势拼入去立法院。抬头做正立碑。选举政车骑出来，佮唱家己的歌，真有气势。直接骑到花莲选举委员会，无党籍立委参选人柯万成，骑家己做的竞选政车，身躯满手工的脏水，正手提甘蔗，倒手提土豆，代表家己是在地花莲人。很多在鼓励我出来选，因为我是纯正的花莲8代的花莲人。同款说在地人的，搁有这个选较出名的台湾阿成，家己立委参选人，登记的名愈来愈长。我的心情其实我不是登记立委参选，我是登记总统参选，因为我财神总统啊，不管选什么都是在选总统。这届叫做黄宏成，台湾阿成世界伟人在选总统，顶礼拜五就已经摕物件来占位，登记的头一天抢到第一，不过发挥创意，办做财神嘛是同款受到挑战。骑选举政车办财神，想要抢头一个登记的，拢比袂过这个参选人。就是带着这一台列车驶向公平正义。时代力量参选人坐家己做的普悠马火车来到桃园选委会，透早6点就到门口，8点40立去登记，抢到第一。2020立委选举登记的头一天，参选人步数真短，若拼气势嘛拼出头，成人注意，开始拼立委选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